喂，hello，又係我啊，黃昏髮型屋客觀評論啊，喂，今日想講下嘅萬世偶像李小龍啊，咁因為近期咧，成龍咧就有網絡又翻炒一啲嘢啦，就即係串啊李小龍啦，其實都多 Q 餘噶啦，係唔想提佢啊，簡直係啦。我記得洪金寶一個訪問咧，就一句就 K.O. 咗阿成龍噶啦，佢就話咧，人哋紅嗰陣時，即係李小龍紅嘅時候，你連玩鞋都冇資格啦。而家就話人哋乜，又話自己勁過人洪金寶講嘅，咁一句説話已經可以 K.O. 咗成龍噶啦。其實唔想再講下成龍啦，真係唔好意思。我想講下李小龍，因為我諗全香港人上世紀啦，尤其是出世嘅人咧，全部心目中都有個李小龍噶啦，尤其是係男仔啦，係咪？功夫啦、民族意識啦、佢嘅形象啦，非常之深入香港人嘅男仔嘅心裏邊。其實就唔單止係香港嘅，係喺佢個形象或者佢嘅電影咧，影響全世界。佢嘅文化啦，佢嘅著作啦，佢嘅行為啦，佢嘅哲學啦，係影響全世界。我記得我細個咧做呢個暑期工啦，響一間膠袋廠咁識咗一個響南非翻嚟嘅員工啦、技工啦。佢之前喺南非做嘅嘢，咁咧佢話咧，佢宿舍裏邊咧有啲南非人啦，或者係非洲黑人啦床上面咧都係掛住李小龍嘅海報。你話係咪好恐怖啊？嗰種威力。同埋我都想講咧，李小龍咧，佢個成功之處，同埋咧佢嗰個世界之最簡直係，即係我覺得要用咩人去比李小龍咧響全球嘅受歡迎同埋全球嘅影響力，或者 Michael Jackson 啦，或者貓王啦，點解我要咁比咧？即係李小龍求其一個動作摸下個鼻。或者咁係人都已經知係李小龍噶啦，真係跟住啲動作唔使講添啦咁全世界有咩人可以拍住佢咧？其實可能都係得 Michael Jackson 啲 moonwalk或者佢跳舞時候嗰個搲個春袋咁嗰啲動作咧喂都好多人跟風，同埋呢個就係 Michael Jackson 啦，係咪？咁其他仲有邊個啊？我諗真係冇，或者貓王咯，震下隻腳咁樣去唱歌咯。即係講藝術家嚟計啊，因為功夫都係藝術嚟㗎，係咯。即係李小龍嗰啲動作武術都係藝術嚟嘅。Michael Jackson 嗰啲唱歌跳舞都係藝術啦。即係我已經要用 Michael Jackson 去比啦，你諗下。你諗下李小龍有幾犀利？其實香港政府又唔識補。即係以李小龍咁嘅全世界受歡迎嘅程度咧，一定要整一個堂堂正正嘅香港嘅李小龍館啦！我肯定大收旺場嘅唔使淨係匿喺個沙田博物館度。咁當初開嘅時候，沙田博物館咧，我去咗幾次啦，去過幾次都其實都好多人睇。只不過你如果真真正正係一個紀念李小龍嘅館咧，獨立嘅。同埋定時更新所有嘢咧，其實一定係好受歡迎景點。香港政府唔識補啦真係冇計。其實我有個諗法嘅，你可以5層啦，5出戲由桐生大興精武門猛龍過江龍爭虎鬥上到最上一層咧就係死亡塔啦、死亡遊戲啦咁5個唔同嘅形象咧，其實而家咧好鍾意 selfie 噶嘛，係咪啊？整個5個好真實嘅紙板又好，或者一個投射又好，哇！真係大班人去影相50蚊一張都影甚至乎 AI 可以做啲動作出嚟咧，你跟住李小龍去對打都好受歡迎嘅，肯定我認為景點肯定景點。李小龍勁在咩咧唔單止佢本身嗰個苦練身手嘅敏捷功夫嘅創新大膽其實佢嘅
人嗰個毅力都好緊要，因為佢其實都唔係好如意嚇。我記得24歲佢又去荷里活做一個 interview 啦，哇！嗰陣時已經充滿自信，非常之瀟灑，示範啲功夫咧又真係強勁，冇得頂嘅真係。所以咧，其實嗰個時候咧，佢已經係顯露出好非凡嘅智慧。咁跟住有啲哲學啦，佢著作啦，其實佢勁嘅之處咧就係真係冇得比嘅。啲成龍啊，行埋一邊啦，即係佢個著作啊，都好多好知名嘅人士係會睇嘅，而且賣得好清光。唔單止佢嘅功夫啦，係咪哲學啦，係咪？喂，香港固然之好多巨星會係佢嘅偶像啦，譬如周星馳啦，係咪？每出電影裏邊都有李小龍嘅影子啦。啊，好多巨星都係模仿李小龍啦。Tom Cruise 喺一個訪問裏邊咧，我記得佢宣傳一出電影可以翻生嘅，即係人哋問佢：喂，如果有兩個人俾佢重生，你會揀邊兩個啊？佢一個係揀愛因斯坦，第二個就係李小龍。咁你可想而知，喂，愛因斯坦喎，大佬係咪？李小龍可以同佢並排而選擇，你諗下幾恐怖？一個香港人一個香港仔，好厲害嘅，真係好厲害。而且唔止喎，每一個媒體咧都好多好勁、最頂尖嘅人中意李小龍喎。MMA McGregor 你識唔識啊？識就知啦嚇，呢個傳奇冠軍啦。跟住拳擊嘅 Mayweather 又係傳奇冠軍啦，都封佢偶像嘅。仲有一個咧，好知名，不過就過咗身啦，好慘啊！籃球界 number two 啊，僅次於 Michael Jordan 嘅 Kobe Bryant，佢直情係封李小龍做偶像，睇晒佢嘅著作，用晒佢嘅方式去鍛鍊自己，用晒佢嘅精神，而且咧，直情曾經咧同 Nike 合作出咗一對波鞋，係紀念李小龍。死亡遊戲裏邊嘅唔係死亡遊戲係龍爭虎鬥裏邊嘅同阿石堅戰鬥，咪有三個爪痕嘅，佢就加咗喺個鞋嗰裏邊，可以影低相俾你望下。就係呢個啦，見唔見到啊？三個爪痕係咪？幾多錢啊？哇！大佬4000幾蚊，即係而家你想買都唔係咁易買，係啦。同埋呢度啦，三間呢個血紋即係呢度胸肌個血紋呢度啦，又加咗血紋啦，係啦，直情係Kobe Bryant人去設計嘅，你諗下幾犀利嚇！即係連一個全世界都咁受歡迎嘅巨星，都封李小龍做偶像，你話呢個恐怖性係幾大啦？所以李小龍館點可以冇㗎？香港，喂，你去日本手塚治虫小飛俠都整個館大班人睇到，何況一個飛升國際空前絕後嘅李小龍係咪啊？所以真係走步啊！香港政府走步，香港人都走步你淨係星光大道個個都去影㗎啦，一個銅像係咪啊？你整靚仔呢個館真係冇得頂㗎。咁咧，因為我咧就都涉獵咗李小龍好多嘢嘅。咁之前就講過李小龍嘅死啦，係咪？其實我一早就知佢喺龍爭虎鬥配音嘅時候暈過一次，亦一早就知道佢係有癲癇症嚇。咁第一次暈倒咧，佢喺醫院咧，其實救得翻啦，都係個腦脹住嘅，救得翻。咁喺佢個胃裏邊咧就揾到啲大麻葉直情係大麻葉。因為佢之前食大麻咧，因為嗰陣時合法嘅，同埋幫助自己啦，少少情緒減壓咁咯。咁之後咧，佢已經係要嚼㗎啦，嚼大麻葉，直情都唔係吸。咁咧，我上網睇過咧 ，search 過咧，其實如果直接嚼咧，佢嗰個刺激度咧係勁好多倍。咁所以可能咧，我覺得咧，會唔會係因為嚼得太多大麻葉咧，而突然間湧上去嘅嗰個
嗰個 effect 咧，佢個腦咧，因為本身佢自己有癲癇啊嘛，佢去美國 check 完之後都話俾佢聽，佢有個 frequency 係唔啱佢個腦細胞，可能係影響到佢，佢自己唔知啊。當年大麻係合法噶嘛，係 OK 噶嘛，佢唔信可能。我記得嗰陣時睇過個文獻都講過話，醫生話俾佢聽，喂，大麻可能對你有影響，但係佢都冇聽啦啊。咁去美國做咗個運動檢測又 fit 啊，咁我諗佢自己都 feel 到有啲唔妥嘅，但係又冇辦法啦。嗰陣時個科技又真係未必幫到佢。咁我自己估計咧，佢個腦細胞異常咧，就肯定係一個死亡原因嚟㗎啦。但係咩原因令到佢咁樣異常腫脹咧？咁可能我覺得大麻葉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呢個係我推測嘅啫。無論如何佢都死咗咁多年啦，但係我真係唔知有邊一個人咧死咗50幾年咧，都仲咁多周邊嘅產業或者文化係俾佢影響。太多啦，無論係演藝界啦、武術界啦、文化界啦、潮流界啦，係咯，太多，即係一個超乎常人嘅成績嚟嘅嚇。幾年裏邊發揮嘅光芒咧，真係冇一定。咁可能由於真係咁啦，即係天妒英才啦，呢個世界就係咁，太叻、太犀利。我認為佢係萬世巨星啦嚇。空前就肯定係空前㗎啦，絕後就冇人可以講嘅嚇。但係絕對係好難咯，因為嗰個年代嘅人捱苦啊嘛，而家個年代捱苦嘅人少咗啦。當然有好多仲係可能喺啲戰亂區啦嚇。同埋你要咁專注、咁努力去做一件事嘅人咧，已經唔容易咯。佢真係好乸犀利，幾逆境佢個鍛鍊嗰種精神嚇，同埋嗰種哲學。Be water 最攞命嘅係咩咧？就係咁叻嘅人之餘咧，仲咁好樣啊，咁有型啊！而家我畫咗2幅啦。呢幅係我用原子筆畫嘅。佢嗰陣時應該係24歲去 interview 青蜂俠24歲已經咁有自信啊，真係犀利。咁我隨手畫嘅，都覺得畫得幾好啦，中意嘅畫得好啲嘅。咁另外一幅就係我自己用 marker 畫嘅，畫到佢嘅神髓咯，叫做係咯，有我自己嘅風格咧又。咁獻俾李小龍啦。其實佢11月27先至係佢嘅死忌嘅，唔係死忌，即係死忌神，85歲。不過呢排有成龍翻起李小龍嘅網絡熱，咁我都想講咯。而且佢真係我嘅萬世偶像，希望呢2幅劣作都唔算劣作嘅，即係我2幅我自己嘅畫作送俾一啲李小龍迷啦，係啦。咁今日講住咁多先，講我自己嘅萬世偶像，特別開心。希望各位龍迷鍾意呢2幅我畫嘅嘢啦。點讚、分享、訂閱，多謝你。